咩嚟㗎？龜啊！呢個咩？哎呦！好睇。哎呦！哎呀！倒瀉晒咯，係咪啊？又倒瀉晒啦！斟杯呢？筆乜嘢啊？唔係啊，筆水啊！筆水啊？係啊！咁都得啊？係啊，咁樣得啊！筆完之後咧？筆完之後咧？唔係啊！星期一至五晚6點半及9點15分 ，ATV 得未啊？得啊！今日恒生指數係乜？係由同你創造富盈生活嘅中國富盈地產提供播出。喂，你啲香港腳好翻未啊？仲痕啊？快啲用腳。